哇！你睇下呢個黃楊河景，成個海景啊，河景啊，濕地公園樓下就係我哋嘅喜來登5星級酒店。哇！真係嘅，濕地公園都有6公里啊！平時食飽飯落去行一行，真係好舒服。呢個成屋嘅係中央空調嚟㗎啊！嗱，呢邊兩梯3門入門嘅玄關呢個位置，哇！一字形嘅廚房，生活陽台真係好靚。你所見到嘅我哋唔玩虛嘅，全部都係交樓標準啊！飛機嘅戶型啊，乾濕啊，衛生間啊，哇！呢間房都係一樣睇到我哋一線嘅河景啊，真係好靚啊！濕地公園景呢邊呢都係2間房，一樣都係見景嘅，通風採光冇問題啊，真係好舒服噶。主人套房，哇，都有20個平方啊，就喺我哋萬達呢個位置啊，落樓飲飲食食冇問題，好方便，3甲醫院啊，真係呢邊嘅配套全部都係新香洲嘅標準，哇，真係靚啊！嗰啲生活超市啊，嗰啲市民中心啊，市民配套都應有定有埋嗰個市場街市啦。你哋中唔中意啊？依家腰斬1半價錢啊！精裝現樓，有喜歡嘅朋友下方3條龍我。